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水是水，歹入去支腿。意思是讲，代志的发展大部分拢是好的，敢若有一丝丝啊欠点不足的所在。另外，有慢慢猪脚上出名，真侪人特别爱食腿裤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腿、腿位腿第二条。腿就是动物的骹骨，咱讲骹腿，会当分做前腿甲后腿。另外，咱人尻川皮甲骹头躯这段就是大腿，也有蛤蟆，过去嘛有人讲是火腿，也有牛，这个动物腿的皮，过去讲是腿裤，讲是穿裤这个裤。咱即马讲腿裤、穿裤这个裤，是讲伫咧猪骹较顶面这个部位，嘛较高、较厚油，一般咱拢是用卤的。也有腿骨的关节，也就是腿轮。大腿的头，咱讲是腿头。也有大腿的骨头，讲是腿头骨；若腿的侧肉，就是腿心肉，或者是有人讲腿心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踢腿，意思是讲武术或者是跳舞的一款动作，就是把双腿踢开，加做一条线形伫涂骹。第二个词读做踢腿，这是因为运动伤过激烈，引起到骹腿的筋肉酸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拄开始学跳舞，这个骹筋拢还未完全软 Q， 无先存轮一个，就随咧踢腿，莫怪一工后就随踢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腿，特别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